欢迎收看《后上开上工》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中国强下老后生人大最鼓励大家都伫时代的进步，社會改變，唔過詐騙的行為咩停定時代近來見大嘅變化。根據內政部公布2022年嘅詐騙數法前3名，分別係假網絡拍賣、假投資，還有假儲數據嘅分期付款。唔過呢3種嘅方式做乜嘅會騙到人呢？係因為你聽相信騙人情況都聽單純，也係你咧情況都根本就有個貪心嘅感覺，就會本人騙到咧。咁樣有請6個後生人，留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到底佢哋本人騙嘅經驗係乜嘅了？眾上歡迎。首先來到這邊都係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貴中大學教嘅時節，我卡都有接到幫朋友電話嘅阿志怡。聽眾唔係幫你啦，因為你看起來就像個貴小生，唔過你下可能咧。就係幫我，都也係我卡含接到天花，我係聲音嘅，冇錯，都也係我聲音嘅，說啊爸，跟詐騙集團嘅資料冇更新嘅。沒有，係就係因為個詐騙集團看過佢本人，鬧到佢係貴小生。貴小妹都太久嘅吧？醫生面，講好，聽呢首啦，受戒到係點樣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本朋友大戲出笑，韓國差一啲啲事落天拿出來嘅點樣？大朋友，好的，你一下肯做得錯到呢一步。呢站老師嘅就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日本吃小片豆，因為我喜歡邊講，故所呢吃小就偏愛了，就愛了。我相信，就係冇這樣演就我本人騙。你冇講嘅馬上。呢站老師嘅就李家，阿燕子。我他助體助詞，你就會示範騙人。我排泄對不起所有觀眾朋友，李家冇上到暗愛。因為對那種排泄啦，冇上過啦，呢個馬上都按獎啦。熊大，我現在講吧。好啦，引真的嘴，騙人的鬼。大家好，我係嚟最上愛督導詐騙集團嘅燕子。你喺馬街嫌棄，你喺馬街喜好，奇怪，講奇怪咧。你幾出詐騙集團？呢集啦，所以佢就阿路姨。大家好，我係買動到愛心筆，還買動到配東西嘅阿路姨。動好片嘅，我偏買動好片嘅，動好片，買動有愛心嘅。韓白太家想愛好抽阿路姨的時間，哈，就丟給他那個團購單，結果自己都沒下。我要那個可憐，你要懂採購。我採購係冇錢呢，好勇敢啊！可以來懂有錢的有。最尾老師佢就阿美姨。大家好，我係啲網絡上買東西，差一啲啲本人聯繫嘅美。用才學聽聽。唔過真嘅，大家就對呢片就表示講，從細到大一定有本人騙過嘅經驗，尤其係詐騙集團，家有講到今年人家公布有2022年有3態嘅詐騙嘅手法嘛，近來見到時代進步嘅詐騙改變，連詐騙手法沒有改變。不過你下次先請大家做一個心理測驗你極會本人騙，你係哪一隻東西會本人騙到？來看一下呢一種圖片，你第一隻會看到嘅，會注意到嘅係乜嘅東西？第一隻係 A， 假設先 A 就講，對我哋徛雜嘅人體，一看到就先注意到佢。再來第二隻，你會看到係兩順嘅水，那個水牆水牆。選 C 係乜嘅？你第一隻會看到就會帶下啲避開來嘅體內。最尾你選 D， 選第二就係個遠遠嘅海，跟遠遠嘅海平面。大家來試一下，老爺新光度上到嘅線項點出來，你可以選哪一張？看一下阿 V。好，你猜重就以上人無合權。就以上人無聽眾，強強喺老人無傾向，來看一下來記得下。假使選 A 嘅人，那一片會本人騙咧，係人情世故方面本人騙。好嚟，減點，因為
现A 个人表示讲，你哈目的人情世故，你懂会吃亏，做嘛个？因为你谈唔是骗人嘅花种花，那个人家嘅弦外之音啊，你就唔知哈今年来系俩嘅意思。哦，太善良了啦。就像你去京都人嘅屋卡做人哈，去京都人家做人哈，你讲行个哥泡一笔茶嘛，好啊，你老人叫这样啲嘛，你系俩嘅意思。还会是变的嘛？对，古时候咧，可能会唔多啲啊，唔多嘢就得死人，因为你根本谈唔是夹嘅花种花嘅意思。哦。你选 B 嘅人，俩下。你抽优了啦，选 A 大家都讲完了嘛？哎呀，好我说你条件，重点在你的从头会得死人，好就选 B， 好，假设你先从唔过咩老观众朋友讲啊，假设选 B 嘅人就表示讲，你的爱情当中接送会本人骗，度过爱情嘅骗子啊！哎呦，这个因为你对人家嘅那个一般这样送，还是完全不敢的啦。太神秘了，嘿，乜雞根本都係對人都一條錢，都會老人講，就會老人另外一半，乜雞事情就老人講，人家嘅身家吼，人家祖宗18代就老人講，結果就老人騙退去咧。哦，用解釋 TC， 選咗4個人 TC 啊，現場是有一聲音係乜嘅地方咧？是錢嘅部分，會本人騙，會本人連到。韓國啲聲音係看到假使要打折，然後根本要優惠，佢馬上去買。完全冇看，根本有死人冇，就算你看就看佢，因為他先囤貨起來。哎，台下地毛，他教練課多了，還蠻喜上課，1對1教練課多了，還表了家長嘅家年嘅，你知嗎？大嫂，嗰種人家喺唔去買個體驗課程，好啊，我去體驗，我買下去，多了還表了3張嘅4張嘅買去體驗過。因為佢就會多錢財入邊，過去都最美好。他是他買酒呢，酒真的也比較有錢，古時候咧，像你家呢種人吼，千萬唔好去投資，因為會騙到。昨天還去投資。選最美咋選豬嘅人，最後講係假使你現在演的海平面嘅，唔係該本片接送呢種人就係最理智嘅人。講笑本人騙，因為咧佢會。因為好電影就，他既然呢，他因為讓人好氣切講，哦，我不能跟你話題權，因為安用去，唔過咧，他也不會都懂你是相信嘅，哦，因為阿姊講嘅，我聽出係真嘅，我愛做相信嘅，他不會，他所有事情，他做現實量下，哦，阿姊因為看嘢都唔會騙人嘅，我愛現實量下，係咩安用去，係冇，保持一天嘅氣力，看。只有氣力係基咩，所以佢會對人保持氣力，所以佢好唔會俾人騙到。可是亦換一個角度來講，這個佢好唔會相信別人。他有警戒性，好驚信啦。所以咧，看睇咧，大家知道標準嘛？一般哈，不過啦，從細到大可能讀書家下是有俾人騙過經驗嘛，就佢係讀書家下冇錢嘛，就騙佢，你都要寫錢來講，屋卡都要接到天花，係噶，阿自己來分享下，你讀書家下俾人騙到嘛解？唔係捱俾人騙到，係因為讀書家下嗰種時捱從細就會帶學校嘛，嗰種時呢有一餐咪係非常嘅時行要買起呢，大天花騙過，哎捱死嘢，點解數學？冇錯，搶你拿錢來贖罪去，那還冇贖罪去捱咗攞去，團數團腳，再個辭退。嘿，結果是捱好教，捱就帶好教嘛，貴重嘅時節。結果捱不卡就接到天花，就講啊自己啲捱數紅啊，嘅就係捱爸爸愛付嘅贖金。結果是捱阿爸就動槍，因為一開始接到天花會嚇到，因為生意有冇啲數紅，嗰時候佢就出接大天花都好教啲背度，好教就轉天花都捱身上，捱身上又將天花轉本捱就接到天花，捱就同阿爸講法，結果談到捱上因就封神咧。啊，就係吼，你絕對唔係詐，絕對係詐騙，唔係正經嘅。像捱咗有一擺就未喺屋卡都接到天花，結果捱個個就吵到順風，誒就講捱個個名，誒捱來嘛個都捱順風，人家是冇錢過來，捱自己攞去團數團腳，捱咩都講，捱相信人唔敢，你講人唔敢，捱平常時都會篤幾排，然後篤，篤數篤腳，然後篤。誒，香港人都會篤幾排。結果嘅對方就講人家撩手法。哦，就刮頭，冇變到呢，當天嘅，
对，最後要杜到像牙尾兩種。因為佢冇獎金嘅啊。係啊，人讀書讀腳。我會讀幾題係啊，阿認真咧，從細嘅讀書家下，喺有冇開呀？而自家要讀到偏言，本言偏。唔係啊，同泰式嘅就冇共用，係是揾其他組嘅本日嘅詐騙集團讀到，係因為嗰兩時係學做戲嘅，啊要爭來台北讀書啊，同同學就講啊，我啲乜嘅茶砧頭啊，讀到嘅買嘅愛心筆係冇？有懂到。就想講要按神機哦，泰式嘅特別讀到嘅時節，就都係同你打嘴鼓啊，係咪懂上愛啊？嗰兩時你學做戲嘅時節，要同佢就會搞下嘅無語言，就係講。蒙錯，就如果按你某一種某語言嘅方式，要拍一件事情，而且兩神係就讀到嘅買愛心筆，就韓國人挖拳啊，佢想講我挖拳啊，懂其他的，比如講小七，你可以給我們一個加油嗎？這是我們的愛心筆。我想可以用幹啥？可以用幹啥？然後用完同佢走起咧，我就講。佢就說：我一個人係嘛？佢有了解見狀，跟買愛心筆嘅英文能力又唔係懂嗬，佢就講heart 拜 OK， 然後我就會夾唔知道，我就 heart 心臟啊，heart， 我就說 I'm so hot， 你用啲愛最聲音。結果佢就想講，家私組就同係交通嘅吧，佢想去學先嘅語言，我係一見冇起碼嘅語言，係咩唔知道啊？咁嚟你就按你冇答冇對，佢就放棄咧。我唔講學，係都動聽咧。原來係自家殺嘅應正義，正義又怕我同人打嘴鼓呢。同打嘴鼓，幾點成超緊？冇，嗰個一刻本人論情愛，好嘛？你都想去讀到。白木組唔識看過咩？唔識讀過有人按用型嘅戲嘛？因有人從細到大最希望就讀到詐騙。講一下行喺檔上去讀到哦，因為大概讀到嘅時節天發啦，喺廟路檔吼，我做節目就同大家分享啊，見可以咧，現在要讀到一下詐騙集團啦，我同佢講乜嘅，結果佢竟然同我講乜嘅韓神錢啊，做啲下咗劇本好冇？天神嘅材料，偏哈，冇錯，睇住講我，唔記少啦，唔知㗎慢慢去做戲啊，你冇去同大對。不過觀眾朋友咪想喊讀書家下天所讀到當到嘅詐騙集團，也本人騙嘅經驗，出社會過後，敢要繼續本人騙嘅經驗咧，先來建議台後生地合法過後，你繼續來分享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地合會，唔知大家有本人騙過嘅經驗麼？今日我老大家分享3個老詐騙有關係嘅詞彙了。第一個詐騙，一下詐騙嘅手法，見來見到，請大家聽出學講心到啊。第二個欺騙人係唔好嘅行為，聽出唔好去做。第三個說謊話，講話了，平常時學講話了嘅人，冇人會信佢。後生地合會，你上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節目現場，上一堂請大家來分享些講自家讀書家下度過乜嘅詐騙嘅集團，也講本人騙嘅兩過程嘅分享嘛。唔過加講到愛心筆，我相信嗬，在場當人就度過呢種集團，愛心筆集團嘅阿路影，自家沒有度過。我對西門町讀到。我冇衝一直按摩愛心，我就看見到按摩愛心，都用心咧，我下來劇本，喊等等啲普通地方練習，冇簡單咧。我係因為見到看起來當菜個，當時有幫助，我就攞佢哋買，嘿，結果啊，突然間嘅係攞佢哋買，佢就要推銷行家多嘅東西。結果見到看起來就當菜個啊，我就好啦，我攞你買，結果我後來爭啲。佢哋唔係因為愛心去買，佢係冇愛心爭去買，錯錢咧，佢係冇愛心去買嘅筆咧。真嘅。結果你發了1000的元哦。
俺唔記得俺花幾多錢，結果俺後來啊就有一段時間唔敢去嘅西門店啊，還有台北茶條去嗰邊紅嘅，會強誒。有一段時間，鉛筆盒裡面全部都是錢幣。咁要按到，雖然不過雖然讀到那種愛情幣的時間，我每次讀過，我每聽一百部影片，講我都聽一百過後，我就說，加油嗎？來，大家幫忙喊加油哦！我就冇愛面皮，看見愛面皮嘛。那好起來，我從馬桶踢，亂加咧，做神經片啊樣嘅。我後來想講，我總係同佢講客家話，假使底下講客家話，佢講，來愛心幣冇存錢筒，來上來接我。穿下朵，真嘅動位退燒，退燒客家呢？唔錯。版本人嘅客家退燒態勢。什麼之前哎，這都幫你這個時間可以領客家貢獻獎。你就連那個終身貢獻獎，係嘛？太快了吧！哎呀，讓沈先生就講呀。唔係啊，冇聽錯啦。你唔好講一下，睇版本人片嘅經驗。我分享一下，我咪係喺台北車站運動到嘅位數，咪有行去嘅錯客戶嘅地方，所以嘅寫來啊。演出名嘅寫來啊，其實韓國咧問我講，姐姐拍攝啦，我某天做咧錯差，你做咧食愛人錢麼？我想講哈，啲個某天某錯嘅時，想講人錢每日滴滴停停，係我是錢包拿出來，拿錢不給嘅時間。人錢有啦，你講要當快呢，其實看我嘅錢包啲位都有個紙鈔，其實手是抽起來是杭州咧，係搶劫咧，我是學到咧，我是想講。笨蛋運動好想我聽手機，不過佢按用你騙我做得麼？所以你係啊，我該下時就被嚇到，嚇到咧是定格在那裡，然後想說用按脆狗，不該喊拿脆狗呢？你拿幾多錢拿？我唔記得咧，我唔記得咧呢。我同你冇，你好上個來時間冇按到錢啦。講正經，拄到一樣情況時間就變咗，佢明明係搶嘅，不過咧到底呢個時代啦，見到見進步嘅時代，呢個詐騙嘅手法，咪見到見進步，呢下強下來看住團影片，等下繼續來討論呢下詐騙嘅手法，要嚟到了。認真。唔該，我啲狗永遠天天是個熱鬧狗嚟。哇，我原來當演導嘅，是按到好了，係有錢人咧。你講今天我是話做這個事情嘅。哎呦，佢未來就係做少奶奶了呢。有冇？有露台冇啊？小嘅冇啊？佢冇。扯嘛。阿發一波嘅開始用交友 APP， 認識了一個叫做 David 嘅演導哥嘅。對方係上到20本，仍有當好嘅投資顧問。哦，一個 David 啊，當然會有沈傳對阿發溫柔溫冷，韓國表示自家當上嘅前度結婚嘅對象。哎呀，所以嘛。有一年 ，David 同阿發講有一類新型嘅投資方式，對將來要結婚嘅2-3人會有動態嘅幫助。希望阿發做得到10年嘅都已經都夠本錢。David， 哦，阿房有一錢。阿媽冇錢呢。狼。David 你接天發咯。嘿，阿發變臉呢？尋唔到條路，有嗰種錢都是有嗰條路冇啊，最後條魚就做得2000個，一個禮拜25到20萬，請問哪個時間做得上班？天公你就做得來咧？我記得帶提款卡和存折。
冇問題，廿兩號我都有。哦，David 嘛，David，又係 David， 哇，哈哈，有多東西，嗰本 Annie 報關心爭嘅，做啲冇？做得。啊，錯，手機交出來。哈，手機咩？哎呦，原來你會詐騙集團！阿發正好用手機嘅點樣如何買東西，對佢來講，唔是出去有卡片就做得買東西，真經動力片。喂，你好，我係東豪賣嘅平台，因為你認真哦要總籌時間啦，所以冇成日讓你刷卡金錢，小聽咗分期付款咧，為連續扣押錢加張年。幾下會用解釋啊？所以我你提供呀信用卡資料啊，還有工業資料啊，你會騰訊你來做績效哦。好，等下一下來去哦，等下一下。好，我麻煩你哦，去提款機器來做，將做得來解決咯。因為中白錢。阿妹愛阿發真經動會本年顛倒呢，大家冇學記哦。阿飛太有錢咧。家下吼，大家看到樣片地度吼，真經東上嘅老 David 講，你用做得按呢喏，做唔得。情關快快，不過真嘅咧，大家出沙飛過後，我本人片到馬街嘅阿 V，可能就動會本人片呢。佢係人嘅專長嚟啲。不過佢係愛情嘅騙子。係愛情嘅騙子。其實我係有一擺去明路巷買東西，唔記得去買乜嘅東西，不過愛拿貨嘅之前，佢就嫌嗌，然後對方嫌嗌，愛先減錢，哦，先付錢，同嗌拖密碼。同你嘅密碼，後底嗌冇本記密碼，差一時你就本記聯繫咧。哦，不過嗰種事其實嗌嘅有缺嘅錢，叫搶有幾百元。所以冇乜嘅錢做嚟騙啊。不過唔係我確定肯定唔會個賭錢落去，一賭落去就讓你意思就係個總係騙佢有缺嘅，愛騙佢元紅嘅。有缺嘅餘額也強用喺度。零啊，剛好。你大騙發詐騙集團大騙發本件咩動辛苦，你幾講發動態？你嘅時間喺外面，真係真嘅。你家來講下，出沙飛哥本人騙到嘛嘅？動到真嘅，尤其係出售，接上位賭到嘅地方，因為幾時節出沙飛以後，你就會說哦有錢呢，有錢做乜嘅？西門嘅東西就好講啊，我說幾時嗌出發你動到錢，自家來去做面，不過做面一般其實動貴，幾時就要出售按用來推嗌，按用唱歌，動出彈起來，按用算係動片，係種做的哦，係嗰時佢有一擺出搖槍嗌去賭個看嚴重嘅老太爺影響，所以搖槍嗌去加一部卡。結果哦，然後以後免費做面唔蝕錢嘅，完全唔蝕錢來做面，但是佢啲做面同時佢就用動到翻嘅東西，其實亦都唔低。不過後面過了1點鐘以後，他就開始用間接式的方式來介紹他的產品，講聽說買啊，用吧。韓國買車懂有案例係因為你啲給予空間體不會度，沒有任何其他人。佢講你做唔得，錯，我說你佢門本人收得。係真嘅，懂得嘅人，我說你像張做得來應該聽會買，對，聽說會買啦，張做得算起嘅感覺，所以最後我好像記得有買。因為你講你真嘅行唔出嘅3年。你說在講你要去量錢呐？哦，其實就冇上按到，其實唔會想太多，係。咁立中睇白嘛，有本切小片嗰啲係好姊妹，強融俾半年。你做唔好做好姊妹好冇？做唔嚟向下戇嘅嘅，因為你是很英雄好嘞，很容易被洗腦。應該是眾多朋友為大家去取笑，自己參加嗰種動態型嘅活動，做一個嘛加入年薪100萬嘛嘅，應該是做得哦，
去到做事做研究咧，某传安道前因为统一日的是做得眼性百万，谈起了以后，不过爱最美了下，汉地了片，所以感情爱男朋友，打响诶，嘛爱讲解便宜，莫会去参加安用伊，所以就莫本影片，千莫拿出来啦。真紧啊，因为讲吼，因为因打落，人男朋友是让你打落嘅嗰種。拿做马桶落去。可能會分享哦，哦，很多粉都幾便宜啊，調都幾便宜，嘅阿燕陣即個又冇買嘅本片經驗，我專門嘅騙人啊。有啦，其實我只有講啊，就東亞種詐騙集團哈，當成是偵探小說啦，抽絲剝繭型嘅講上電視。嗰時候有陣時候啊，之後搞到追迷，跟住熊數就會捱死㗎。真嘅，你睇世界有去買過嘅運通口場哦，就係嗰種天神鳳。有一擺嘅天神鳳嘅業務吼，佢就同人講，想我好身材嘛，上愛啊，你想有好嘅用誒，上愛啊，同你家強用啊。結果佢就講一下嘅口場哦，想幾多錢，假使他在禮拜買，就冇按你嘅價錢。佢就好嘅，全部同樣都愛了。我就想講，哦好，嘅我就一下買好咧，我就夾同人講，哎呦，小姊人啊，同講啊，鴉片吼，咁樣入水面一上現了吼，假使人一下冇俾錢過嚟嘅話就冇了。我話你本人一發掉到咧，好，跟人一下就夾本錢。啊，唔過有一個問題就係講吼。我一下錢本給你，唔過我根本就冇去做運動，我咩冇變講，我咩冇變好看啦。嗰時就我即個就這個，唔過我就一日任務要動神思啦。佢有講到，假使有因為做事嘅關係，還係講時間嘅關係，我一段時間佢冇辦法運動，我可以延期。哦，用動後咧，還會無限讓你延期。冇錯，無限讓你延期，延到你80歲都還可以用之類的。為什麼80歲你嘅天神鳳還蠢我？都懂你，又唔係講，都唔係講。因為我家族的那個傳宗接代，傳下去，冇啦，佢係要講我係咪做用較便宜嘅方式買本其他產業。有當當然就需要哦。結果有一擺我就發現到我喺辦屋嘅咧，我冇一啲一隻素材帶嚟，佢講一個天神鳳對我嚟講就動目離片，我就打電話同佢講，我做得延期嘛，韓國我做得轉讓嘛，佢就用了1000單嘅理由，就同我講，我排斥一下冇辦法咯，我一下嘅幾天做唔得哦，啊佢唔會做過冇菜哦，啊佢唔會冇上班咯，用班，韓國同奇怪嘅係哦，佢計量是捱埋嘅時間，當然願意接一個轉讓嘅。但當我愛轉讓嘅，依種一世界上無人強用咧呢，無人愛運通咧呢，佢就講啊，排使我買唔出去哦，我仲係做工一陣業務咩嘅詐騙集團啦，用各種嘅一種口語嘅方式啊來騙人講，你千萬唔好，因為可能會扣解你業績。甚至還同佢講哦，哎呦 David 啊，可能最近變太強，冇啊，動作也唔太好咧，我覺得你很需要去健身房運動。我咪希望佢運通，你兩下東西啦。David 真係需要啦。加油啦！我因為 David 冇啲片，大家都講嘅，叫手機快發。唔過真嘅啊，大家咪做嚟想下，你自家有度過哪一種嘅詐騙嘅行為？韓國你是有度過一種嘅詐騙嘅行為，你知道會講嚇，真嘅阿媽打公橋，唔係愛笑，也係愛叫，到底度過哪條事情咧？等下轉來繼續嚟大家傾下嚟分享了。做詐騙集團一定會騙到懂人，你懂英子咩？懂英子哦，佢會做詐騙集團嘅董事長，其實係演戲專業，進入角色啊！嗱，特別交到電話嘅時間，佢就懂真相吼，依種偷人本來嘅角色，佢就懂真相嘅角色。叫佢嚟做模型，佢就做模型；叫佢嚟做阿明，佢就做阿明。誒，同佢動作係表演開。唔過我真講嘅土豆嗰種吼，佢做到一半佢欠咧，佢買一張什麼3字經，結果天花就切題。誒，我就懂欠咧，誒奇怪，你用做嚟做戲偷人係冇行卡，結果偷人對奶，但是 Google 上面可以找到他們的店裡位置，我一定會給他1星評價。冇專業，冇專業，還自己喊卡。真嘅。歡迎大家都在後場睇相關節目現場，上一傳是問過大家講，這個出社會過後，讀到哪一條嘅，只講嚇。
连俩总没有可能像 ATM 啊、分期付款啊，俩都甚至超家讲到哈，有生来会叫我一生日就搞过一个男朋友，我阿爸，那有可能会有人中意我，还个佢又按有钱，系冇听说还真嘅爱我。上到普通唔够有钱。上到普通俩种事情，我就唔好讲。我看到相片啦，唔知David 的部分感觉不过真嘅啦，有上是都都有的，他贴片嘅诈骗嘅那种案件的时间，就是说，哎呦。你喺嘛嘅诈騙，就按要成次，係騙嘛嘅，係愛騙嘛嘅。有冇有人捱生濕些，再騙嚟講，唔聽講要攞人結婚喎？係啊，奇怪，嘅阿子來分享，你自己度過，你知道要好笑要好叫嘅事情。唔係捱自己度到，係捱男朋友，因為嗰陣時捱度到好第一個愛順風，嗰陣時佢就接到天快，佢打電話就講，唔好啊，捱喺婚姻小技術啊，嗰陣時佢就打開嘅擴音，因為因為呢佢聽到嘅口音就動貼片，就啲網上美台灣人係詐騙集團，嗰時佢就打開口音就講，婚姻小技術啊，要朋友忙啊，要結婚忙啊，然後佢就揸嘅其他上，很忙，跳，我都冇改名，因為佢冇想我本對本地。先話緊，第一次講緊名誒，嗰時因為佢當中有一位歌手叫做莊美兒，嗰時佢就愛上莊兩美兒，跟住我就講張美兒做的，後來佢就佢就寫我係咋講當介紹，我65歲，佢身高咧160公分，幾多公斤嘛？佢講我150公斤，然後做乜嘅條長成正方形嘛？佢行講對埋講，哇，條件動好，條件動好，做乜嘅條路？我冇條路，我本嘅阿妹曉，哎呀，動好呢，動又好呢，同阿妹打，就聽說你沒合一下哦，那係我真係聽說你每盒都會發，我會將個大天花板我就好安住些，結果我發現，你講我應該就冇咧，冇見你過後嘅天花真係打來咧，直接講喂，張美兒先生係冇，我男朋友直接唔記得，張美兒係乜啥？係我張美兒係㗎，佢就講張美兒先生，你啊因為有聽說你沒喝到誒，故說你你聽說你前度中獎誒死啊妹哦，真係條件都會，唔過你嘅前夫嘅你飛嘅錢，捱張都係小基本哦，就按用欠，唔過你就是咩動好搞啦，真係就心動快嘅，佢動要錢咩？真有錢啊！都到呢種真係咩攞當上攞去做朋友，你咪係幾條路啊？真保險嘅年紀咩愛？真保險，保用啊！真嘅啦，佢可能係哆啦 A 夢愛好者，冇聽錯嘅。嘉偉然之間有度過呢條事情。我做兵嘅時節，阿妹就答應我講，佢接到一通電話，係講阿妹。我有事體啊，有人喺刺我，嗰個叫我啦，哎呦，阿妹一趟就啲係詐騙，佢就問對方講，你按到乜嘅名？佢就講我按到陳重福啦，陳重福係我阿爸嘅名，我就知道又動到動奇怪嘅，像係一樣嘅，其實我初本一張接到電話，係講。阿爸，我嗌做阿爸咧，你有可能啊？有可能奶片色，阿妹係乜啥？我唔知阿妹係乜，所以佢講係乜嘅俊偉，係乜嘅藝術講你答錯，你答唔錯咧。其實我讀到詐騙，我唔會留佢教啦，我就你大眾啦，真啊！唔多真件啊，就係唔打一陣電話給他。有人功課又做好，又用心，跟住冇用心。安尼對自己條路冇經驗，安尼做唔得。嘅下路嘢，你自己要讀過呢個。讀到嘅咩功課冇做好嘅，我媽媽接到嘅電話講，我嘅妹你下對我嘅豎條風，呢個我就對我媽媽順風聽聽，呢個我媽媽我就讓我媽媽向下談嘅詐騙集團講乜嘅，然後佢就講東多啊，呢個我媽媽就講一句。
你怎么唔係愛情商誒？唔係愛叫做嘅老記，我冇想愛講佢，做老幾天把掛踢佢咧。我對順風係唔掉叫係好笑咧，因為我點解媽媽講係之前咧係講假嘅，冇用到前神我嘅對順風講，我到底係唔叫你冇。係你水同樣準嚟，係那偏向準心情就馬上很複雜。懂複雜，事情從難以理解變得很複雜，會變做安尼。跟阿英真的，自家有知道講，你這種拄到那種詐騙集團的事件，你有拄到那種情況？哦，其實我最驚拄到就係嗰種冇認證嘅，因為像唔到拄到啊，有認證唔認證的啊。你家裡家公益去發動徵考，就很多給佢做事，冇錯，給你做事，你就會用心來做啊。我有熱情，冇錯，有熱情啊，最驚拄到，因為你會。你會想講一下好，在這個詐騙集團的位置上，因為你就會做好詐騙集團的角色。做詐騙集團一定會騙到懂你，你懂認證，你懂認證哦。佢會做詐騙集團嘅董事長，其實係演戲進入角色。那代表嫁到天花開時間，佢就懂真相吼，一種偷眼本來嘅講勢，佢就懂真相要嘅講勢。叫佢嚟做模型，佢就做模型；叫佢嚟做阿明，佢就做阿明。誒，通你懂之後會表演口。如果我之前去土豆嗰種吼，佢做到一半佢欠咧，佢買一張什麼三字經，結果天花就切題，佢就懂欠咧。誒，奇怪，你用做嚟做去偷眼還蒙行卡，結果你偷眼對奶，偷眼對奶呀機。想到，當然是 Google 上面可以找到他們的店裡位置，我一定會給他1星評價。冇專業，冇專業，還自己喊卡，自己喊卡，演不下去，做到愛認證，結果沒後續不知道怎麼寫腳本，很懂這種，還講很懂這種呢，我真把它當聲音訓練呢。好咧，我相信歷史嘅吼，唔會有天意啥槍。阿英就按點口，真係點嘛？詐騙集團、詐騙發瘋，係一同的。詐騙集團，不想打給，都講你乜講先？不過正經對大家來講，假使你未來遇到嘅詐騙嘅天花，也係講詐騙嘅行為，唔會用辦法來處理咧，阿麗噶。真嘅話人清處理，嘿，因為冇人清處理，總去處理嘅時間哈，其實有陣時啊，就是選擇會選到錯的。你睇這個錯嘅事情，可能做嘅判斷就係唔錯嘅。我所以口音好先來人清一下啦。所以 calm down 係嘛 ？calm down， 因為現場冇出來，我叫你退班。佢哋用唔自家咧，你想講拄到呢一種事情嘅時節，應該用解釋。其實應該是都一難呢，因為大家動緊種嘅時節是會動僵啊，冇事動冇辦法做埋個決定，所以應該是都是做得行一步算一步，韓國就埋個性格，因為佢哋動情譜咩，拄到埋個事情可能本應改嘅嚟方法是會變，所以你會吸收韓拿到嘅知識，用為地講，第六為用半種用半片。所有人都係從阿英進群，從去學習。同佢動作係個上演訓練課，真嘅就發現到自家村都動到錢咧。有陣時佢冇幫人騙到，佢想哦，一擺冇做好，所以會減痛。可能喺眼那片冇表現好。冇錯，佢個標誌上係咪太假咧？我嗰啲表演課其實很貴，就是免費的，可遇不可求。後嘅時間你咪做啲搞技啊！好咧，大家見講點歡迎，我相信就喺你後上台上講吼，你阿片做得安尼講吼，就大家先歡喜啊。唔過正經拄到那種詐騙家哈，你正經會嚇人清掉。OK， 阿路營假是拄到詐騙的時節，唔會用解釋，你對到那種唔會動認真去飛機，也係講青菜啦，啊，也係準做看像家阿認真講，我準做伊係訓練的課程。冇錯，我練下啲，我會好落去。大追股，你講好，問佢講，你做那個詐騙集團啊，薪水係幾多錢啊？我存幾多錢啊？去那邊面試啊，嗰個總部對那邊啊，問到你就做，我就做嚟落嘅警察嚟講，就做嚟本警察嚟這個做到，嘿，哇，我就可以救大家。你想太多，你想太多了。你會飛天小女警，我做啲懂認字，我沒有送表演課呢，我懂認字嘅問題，我還沒總上去存錢。像我們做得本來一隻幾飛嘛。拜託，有拿到就退票，你給表演技巧，好，下次金鐘獎會頒獎。你還會是正給詐騙系統嘅天花。
江太甲以上言论无代表客家电视台嘅言論，但是係呢條嘅奇怪嘅後生嘅言論。不過真見本太家想一下一個事情，就係講假使呢下就本人拄到嘅詐騙集團家下，因為老佢講乜嘅咧？等下再來繼續嚟大家向下嚟分享了。自家有談過那條嘅詐騙嘅行為。唔係我係用我一位朋友，佢喺啲國外做事，佢就用嘅教育軟體啊。唔過唔係本 David 騙到，因為佢係寫來，佢就用教育軟體認識嘅寫啊冇。唔錯啊，David 寫來咩有可能本 David， 不過我相信唔係，因為 David。佢就係詐騙集團啦。詐騙集團唔敢老給凶吵。就是不敢跟他吵架，凶吵，用不暗用，因為你敢跟他相愛嗎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啊！基本上是請大家來分享講，不用講係佢讀書家下就拄到嘅詐騙嘅行為，嚟講出社會家下又拄到呢條詐騙行為，乜有人講當希望讓詐騙集團來交流一下，做朋友，順沙準咗14000嘅訓練班，係乜有人想去留嘅詐騙集團去求職，冇有人用乜有暗用型嘅人咯，當奇怪，唔過偏激。哦，真嘅哈，希望唔好俾人騙咗。不過真嘅嚟請大家來分享下，你之間有談過，人家親戚好朋友喺身邊嘅度過千500嘅詐騙嘅行為，也講詐騙嘅手段，好嘛？認真。哇，我朋友真是喺本詐騙集團開到咧。誒，朋友啊，佢去讀貴小嘅時間，佢大擺咧下課，佢就會去，佢媽媽就會安排佢嘅補習班嘛，啊，佢要自家行路去。不過大部分嘅時間，佢就唔會去補習班，佢同校吼，只有去看嘅人工嘅書。啊，唔過咧，爸爸媽媽都冇行，佢要自家去補習班，補習班嘅先生又冇用心，大擺就冇啲咧點呀。嗰時實際上咧，佢大擺就算好勢哦，佢看2點做嘅人工嘅書，嗰個都盡不卡扣，還有假冇事情，佢咪一直以來就唔知道佢調啲看人工嘅書。嘿，唔過有一擺吼，佢就去用下課嘅時間就行路去看人工嘅書，佢媽媽就接到電話，喺詐騙集團就講人來啊，啲人喺訴訟哦，佢咪聽到哦詐騙集團啊，唔過一聽嘅聲音有冇暗陣哦，暗槍，暗槍，行喺帶隻天花去補習班控應下好咧，結果啊喺門補習班先生就講，哎呀，來呀，還有到嘅高實地度喎，一看，來台咧冇咧，你想佢哇，佢真嘅呢，本一個詐騙集團做起嚟，佢同佢爸爸、媽媽同爸爸就急急走去哦報警察，結果警察嚟哦，係一前哦，阿妹我都在現在後邊，誒朋友2點鐘先講嘅時候，可能我卡，有奇怪，又冇人哦。卡巴卡咩這麼卡嘅時間，就冇講人家喺現來，佢講啊，佢貴小5年生到6年生，當然都去看人工嘅書，冇本人做到過，結果係詐騙集團，你同天花開到咧，人媽媽就罵佢講，總得去看人工嘅書，唔過佢看了6年呢，咁厲害啊！我男朋友真係詐騙集團，真嘅，真嘅詐騙集團係男朋友，看了6年咧。我發現到韓國嘅補習班嘅先生量了6年嘅錢，冇搞成嘅，人係詐騙集團啊！你線上咩冇用？係啊，線上咩係詐騙集團？總唔係安尼吼，嘅阿志然之間有談過那條嘅詐騙嘅行為。唔係我係用我一位朋友，佢喺啲國外做事，佢就用嘅教育軟體啊，唔過唔係本 David 騙到，因為佢係寫來，佢就用教育軟體認識嘅寫啊冇。唔錯啊 ，David 寫來咩有可能本 David， 不過我相信唔係，因為 David。先唔講。佢就有約嘅時候，我哋向下食飯。今年呢就約嘅2位時候，我一位係食凍水，一位係食嘢嘅。嗰時呢就同嘅食凍水還算正常，食體過後佢就留嘅食嘢嘅時候，我哋就咪係愛約費嘛。嗰時嘅時候，我哋就講，我突然去食一間全糖，佢種嘅全糖當好食，嘅時候我哋就突然去食咧。嘅全糖啲我會看下就係一般嘅全糖，普普通通，咩非常嘅高級。嘅今年嘅全糖過後呢坐下來，嘅時候我就打開嚟嘅菜單。佢家私當貴哦，嗰時候我就經典嘅紅酒，經典。後來呢，食飯食過後愛付錢嘅嘛，付錢時，上下來佢就講愛先回避愛10萬的元，哇！
佢就嚇到啊！佢說，奇怪，雖然家幾點鐘會做，唔過咩冇按規啊。跟佢就同個服務員就講話，冇啊，我冇設按多錢啊，我唔是付到新台幣10萬的元啊。後來呢，佢就講我冇設按多錢，我要付錢，就2位同炸嘅死來，就去到順豐咧。酒店吧？沒酒店，這面係傳堂，這面係傳堂嘅，現在就有2位同仔就去到後背順豐，像阿小鳳按太巧，去到順豐，啲順豐就講啊，你那係冇付錢法，我就冇幫你出去哦。這邊同你講，後來呢，佢就夾付錢就下走咧。後來我就講，佢就特別去查，就按那麼個酒托，係同有名一個詐騙的方式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嘅阿魯人即個福卡都有談過那條請歐巴嘅。喺我朋友嘅姑姑有接過嘅詐騙集團嘅電話，嘅電話佢就係講我，你前幾日張見面，你記得我係乜嘢麼？前幾日，嘅阿麗用係冇？我就係你用啦，你做得將我差唔多10萬的元麼？做得麼？我下禮拜就做得1萬2咧，佢就按樣講，我朋友嘅姑姑就上線咧，就攞錢嘅飛過去，結果飛過去過後嘅電話就打唔通咧，結果佢就嘅傳嘅來，冇幾多朋友，結果嘅朋友就講，我根本冇打電話幫你加錢啊，嘿，加嘅來嘅城市。古早大家曾經遇到那種情況，其實這個要講心掉啦。遇到那種情況的時間，曾經請大家吼對嘅詐騙集團加深啲下，詐騙集團都都額面條錢，唔係額條錢幾啥嘢吼。其中額面條錢，我來講嘛嘅，陳偉以前來講下。你就係詐騙集團嚟唔敢老給凶吵，就是不敢跟他吵架，凶吵，用不按樣，因為你敢跟他相愛嗎？因為老實講啊，冇這個偏引咧，冇這個偏愛嘅感情，本人刺體，哦，我未就唔會被本。我點解是唔學嗰偏牙眉咧？好冇？我就按胎咧，我唔會本人刺啦，拜託。我常都按胎線，係冇？給阿志怡嚟講啊。那個希望你都做日本嘅詐騙行政控制誒，那喺你真日本嘅詐騙行政控制，本人騙的話，咩唔是太過刺激，因為代表講你都係非常善良嘅人，嘅詐騙集團呢，你會有報應嘅，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都出嚟。你唔用全部本人講，撈詐騙集團咧講咩？我想我撈記得講，因為記得都聰明啊，非常有方法咩，所以撈嘅咧仲係聰明嘅方法用到好嘅回收，唔係砸個害人嘅好嘛？哦，真。所以你咪長睇之下，假使遇到冇熟識嘅人，事物天窗係講心到天窗讓先來判斷一下，你係真嘅，又係假。假使你冇確定嘅事啫，就得打110，又係165嘅電話，就得反詐騙專線來諮詢一下，你一講係錯也唔好。不過咧，有件事情千萬唔可以騙大家，所以乜嘅咧？下禮拜同一個時間，我請大家繼續來收看後生太上歌，要花太上歌，咁嚟聊聊，拜拜。唔是本人詐騙過嗎？根據調查表示，全台灣至少有25003人本人詐騙過哦。同樣我提倡大家。那盡講遇到政府疑嘅情況，千萬唔好見草草，愛上進來，嘛愛誠意求證，是得打110，也係165反詐騙諮詢專線，詐騙手法鏡頭改變，希望大家千萬唔好錯掉。